believers。所以呢啲負全部都代表住我哋喺呢1/4個世紀以嚟嘅工作成果。Pascal，大家好，你哋係咪叫 solid workers？ 係勤力嘅員工，勤力嘅員工。歡迎上台 Jensen，多謝，好高興可以請到你哋。我唔知大家知唔知，其實我哋個關係好深厚，係咪？我哋大約喺30年前就開始合作。係啊，超過1/4個世紀之前。你仲記唔記得係點樣開始嘅？我哋係喺上一次運算平台革命期間開始嘅，事實上係個人電腦革命。當時原本嘅 Unix 工作站正喺度轉向以 Windows 為基礎嘅工作站，而令我哋能夠合作嘅技術係基於 OpenGL。我哋仲發明咗一項叫 CGFX 嘅技術，佢係 CUDA 嘅前身。OpenGL 演變成今日嘅 RTX， 具備完整路徑、追蹤同物理建模，而 CGFX 當然就變咗 CUDA。而家我哋再次攜手合作，重新定義運算平台。你知啦，我哋所做嘅一切都係喺數碼世界入邊。40年前，特梭徹底改變咗虛擬嘅生嘅概念。虛擬擴生嘅概念，當然就係喺電腦入邊呈現物理世界。所以而家我哋會喺一部完全革命性嘅電腦，即係人工智能電腦入邊，以更大規模去呈現物理世界。所以咧，呢個真係一個非常非常之正嘅時代。你講得啱，呢個係一段不可思議嘅旅程。正如你所講呢，我哋而家正進入一個新篇章。我哋而家處於所謂嘅生成式經濟，即係將加速人工智能注入虛擬嘅生。Jensen， 從你個角度嚟，而家全球工業界正發生緊咩事？我哋正喺度全面重新定義運算堆疊。如你所知，佢上一代設計嘅呈現係結構化嘅，即係我哋要指定每一個幾何形狀，指定每一種材料，基本上係指定晒所有嘢。而家將會變成生成式運算模型。喺生成式運算模型喺世界入邊呢，成個運算堆疊都喺度重新定義。因為人工智能係各行各業嘅基礎，佢將會成為一種基礎設施，就好似水電同互聯網係基礎設施一樣。而家人工智能都會成為基礎設施。我哋發展得好快，因為每個行業都需要建立嘅，每個國家都會由佢驅動，基本上每個社會都會擁有嘅。所以呢個係新工業化嘅開始，對你哋嚟講真係好正。因為如你所知，達梭係呈現所有你想建造佢哋嘅引擎。咁未來，事實上你知啦，喺過去我會話我哋用咗1/3嘅時間嘅設計同數碼化上面，可能仲有2/3嘅時間係用咗實體方面。佢未來好大可能我哋會將100%嘅時間都投入咗數碼化入邊，甚至喺我哋完成設計、模擬同驗證之後，我哋仲要將佢同軟件整合埋一齊。所以達梭系統入邊嘅所有嘅，無論係 Katia、Simolia 定係 BioVia 或者係，等我睇下仲有啲咩 Via，我哋有 Delmia， 我哋仲有 Enovia， 仲有聽住啦，所有咧喺 Via 都會建立喺 NVIDIA 嘅基礎之上。我哋喺1/4個世紀之前，知唔知呢樣嘢？所以無論點都好，設計、呈現、所有模擬，甚至係運作，因為未來所有嘢都會由軟件定義。未來連一對網球鞋都會係由軟件定義，所以汽車都係由軟件定義嘅。製造汽車嘅機械人亦都係由軟件定義，機械人協作造車嘅工廠都係由軟件定義，而汽車本身亦都係由軟件定義，所以所有嘢都會由軟件定義。所有嘢都會喺 Dassault 入邊呈現，所以我哋會設計所有嘅運作，所有嘅真正做到虛擬嘅身，第一次實現你嘅願景。
咁我哋繼續之前，如果你諗下周圍嘅觀眾喺 Dassault Systems，呢班觀眾好熱情，係啊，喺 Dassault Systems，我哋同全球4500萬人合作，有40萬個客戶，超過1500萬名工程師同研究人員。咁所以我認為你喺呢度見到佢，好可能係全球最大嘅工程社群之一，甚至係最大嗰個。我哋每日接觸到嘅產品有一半以上都係由佢哋製造嘅，機械人啊、無人機啊、飛機啊、汽車啊、醫療設備啊、藥物啊、房屋啦、城市啊、工廠啦。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犀利嘅社群，你唔覺得係咩？我知道佢哋都係佢嘅，絕對係。係啊，我哋全部都係工程師。你係一名工程師，係啊，我仲係工程師，所以你屬於呢個社群。我係。如果俾我重新開始，我會選擇用 SolidWorks。你知啦，事實上呢個就係點解世界模型咁重要，因為對於呢個社群嚟講啦，成功唔係在於自動化，佢哋唔係想將過去自動化，佢哋係想發明未來。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宣布合作夥伴關係進入新篇章嘅原因，因為我哋正攜手將虛擬嘅新工廠同人工智能工廠結合埋一齊。呢個機會對你哋同我嚟講都係非常之巨大嘅。所以為咗證明呢樣嘢嘅威力，我哋有一啲具體嘅例子 ，Jensen 同我哋嘅一啲應用案例想同大家分享。我哋先由研究同埋工程開始講起。係咁樣，你知啦。請記住，我哋合作嘅幾乎所有嘅都係由運算平台開始嘅。當個人電腦進入雲端時代，Dassault再次重塑嘅自己。而家我哋由雲端擴展到人工智能，我哋又再重塑緊。所以今日我哋宣布一項重大嘅合作，呢個係我哋兩間公司超過1/4個世紀以嚟最大規模嘅合作，係 Dassault 將會整合 NVIDIA CUDA-X 加速庫，用於物理人工智能同代理人工智能嘅 NVIDIA AI， 以及我哋版本嘅數碼擴生技術 NVIDIA Omniverse。所以呢啲庫全部都代表住我哋喺呢1/4個世紀以嚟嘅工作成果。而家我哋會將呢啲技術融入 Dassault，令到大家都可以受惠於加速運算同人工智能，並且能夠以比以前大100倍、1000倍，甚至好快會大100萬倍嘅規模嘅工作。以前嗰啲你知啦，預先渲染嘅，或者以前嗰啲離線模擬，而家將會真正成為你哋一直以嚟所擁有嘅虛擬嘅新願景。所有嘢都將會係真正實時完成嘅。你知啦，我哋會設計產品，並喺風洞入邊進行實時模擬。我哋會將呢啲機械人連接埋一齊，等佢哋喺工廠入邊實時運作。佢哋會真正實時去製造你哋嘅產品，而呢一切都會諗，你知啦，未來5到10年內發生呢樣嘢，將會係非同凡響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先由生命開始講起。我哋生命係有史以嚟最複雜嘅系統，係咪？當你睇下生物世界入邊編碼咗幾多知識，透過我哋嘅虛擬嘅生，你知啦，我哋正向生命學習，我哋亦都喺度理解咗，以便進行複製同擴大規模。所以呢樣嘢係有可能嘅。呢個係 NVIDIA AI 同 BIOVIA 嘅整合，係 BIOVIA 係咪？我哋轉頭會再講翻呢個。好，咁但係你知啦，呢樣嘢之所以可能係因為我哋有呢個基礎，我哋稱之為世界模型啦。係啊，呢個世界模型係以生物學、物理學同埋材料科學為基礎嘅。所以我最想問你嘅係，要點樣先可以計算出一個關於生命嘅世界模型呢？最重要嘅事，亦都係我哋首先要做嘅，就係要理解生命嘅語言。所以你知啦，喺物理設計喺世界入邊，設計係由你嘅想像力開始嘅。你用一啲結構化嘅資訊，好似幾何形狀同紋理咁，去呈現嗰件由你設計嘅物理物件。不過生命係唔同嘅，生命我哋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，所以我哋要去學習 DNA 嘅語言，
學習蛋白質嘅語言，學習細胞嘅語言，仲要理解佢哋係點樣相互作用嘅，同埋佢哋嘅特性。呢個學習生命意義嘅第一階段，正正就係我哋而家努力緊嘅方向。第二部分當然就係生成式㗎。一旦你學識咗某啲嘢，理解佢哋嘅意義，我哋就可以喺唔同語言之間進行翻譯。我哋可以喺人類語言同生物語言之間翻譯，將生物語言轉化成人類可以理解嘅語言。除咗翻譯之外呢，你而家仲可以進行生成。生成可以用嚟製藥嘅新蛋白質，或者生成可以用嚟製藥嘅新化學物質。當然仲可以生成新材料，令佢哋更堅固、更耐熱、更輕、更容易製造或者更耐用。所有呢啲特性而家基本上都喺我哋嘅掌握之中。呢個亦都係點解喺未來10年呢個領域好可能會成為工程界最有影響力嘅範疇之一。冇錯，而且呢一切已經發生緊。事實上，我哋有一個案例就係 Bell 集團，你應該識啲佢睇冇嘅生產好出名嘅 Baby Bowl 芝士。佢哋嘅使命好簡單，佢哋基本上係想為數以百萬計嘅消費者提供更健康嘅食物。但與此同時，佢哋想減少用水量，並逐步用非乳製品蛋白質嘅取代，或者至少係補充乳製品蛋白質。呢個就係點解佢哋要重新定義我哋所謂嘅食品科學。以前研發一件產品要做幾百次物理測試，而家佢哋可以自動生成，就好似你喺熒幕上見到嘅。佢哋透過虛擬嘅生技術自動生成蛋白質，因為呢個技術係由生物世界模型驅動嘅，所以結果唔單止係創新速度加快，決策亦都更有保證。因為當你手上掌握住人命嘅時候，係絕對唔可以兒戲嘅。呢個就係我哋做緊嘢嘅。而家我哋睇下第嘢嘅，你頭先都有提到，你喺熒幕上見到呢樣嘢，其實正喺度改變緊工程師嘅日常生活。佢過去，而家你只要定義好規格、運行模擬、生成式體驗，就會自動產生並探索各種可能性嘅空間，並為你揾到最優嘅解決方案。事實上，虛擬嘅生正喺度探索無限嘅可能性。所以我嘅問題係，我哋可唔可以計算無限？我哋計算唔到無限，但可以想像無限。呢個就係點解呢啲代理同仿真模型，即係模擬同人工智能嘅融合，會係咁強大嘅原因。8年前，我將呢個概念引入科學計算同模擬，即係未來我哋唔單止會用基於原理嘅模擬，喺嗰度方程式同物理定律都得到充分理解同體現。不過模擬嘅時間實在太長啦。點解我哋唔用人工智能嘅生成式方法嘅預測未來，從而增強模擬呢？呢個就好似我會打咗個比喻，有啲似我哋嘅狗能夠喺空中跟住個波，但佢哋並冇對波嘅彈跳或者彈性進行物理模擬，佢哋只係攞住我哋預測個波會去邊，然後喺空中將佢接住。所以人工智能可以學習點樣預測物理，學習點樣精確預測材料會點樣崩塌，撞車時會發生咩事，呢啲能力都係指日可待嘅。我哋有一項技術叫做 Physics Nemo。Physics Nemo 本質上係一個具備物理感知能力嘅人工智能模型模擬系統，一個可以俾我哋創建呢啲人工智能模型嘅框架。呢啲模型一係由原理模擬器訓練，一係同原理模擬器協同工作，所以佢係基於物理定律，但預測速度快咗1萬倍。而家如果所有嘢都已經係實時運行，咁你就可以預測大1萬倍嘅規模。呢個就係我哋目前嘅進展。想象下我哋未來會發展成點啦？模擬同仿真結合埋一齊嘅輔助設計，呢個概念將會係革命性嘅。再講一次，呢個正正就係你喺呢位叫 Lucid 嘅客戶身上見到嘅。你知啦，我哋識啲嘢，佢哋係世界上最具創新力嘅汽車公司之一。佢哋冇做咗啲咩？事實上，佢哋將碰撞行為、空氣動力學、車輛性能喺車輛項目開發嘅早期階段就植入咗。所以工程師唔單止係設計外形啊，佢哋仲設計行為，而我哋會對其進行認證。所以呢個正正就係你所講嘅，呢個就係共同嘅願景，賦予設計師同工程師力量，同時
亦都解放咗商務人員去為客戶開發令人愉悅嘅體驗。而家我哋冇傾下工廠，你開始觸及到呢個話題啦。今時今日咧，工廠已經唔再單單係一項實體資產。我哋大家都同意呢一點，佢係由虛擬同現實同時組成嘅。所以請話俾我哋知，物理人工智能係點樣實際應用嘅工廠運作入邊？以前啲人嘅設計產品嘅方式係，佢哋先設計產品，然後再起工廠。佢未來好大可能，你能夠設計同製造出嚟嘅產品，會深受你所設計同建造嘅工廠所影響。所以未來好大可能，應該話係必然。事實上而家已經係咁，每一間工廠都係用電腦輔助設計 CAD 嘅設計嘅，呢點好明顯。但係佢將會完全喺虛擬嘅生系統入邊進行模擬同運作。要喺虛擬嘅生系統入邊運作咧，佢哋大規模嘅工廠係極之複雜嘅。一間工廠唔單止係一件物件，而係由數以百萬計嘅物件組成。我哋仲想模擬或者仿真咧，喺工廠嘅現實世界入邊係點樣運作嘅。咁樣我哋就可以妥善安排生產線，按正確順序排列，合理規劃空間，組織入邊嘅機械人、運行機械人、人工智能。等呢啲人工智能機械人可以喺工廠入邊運作、操作物件、組裝、搬運，並且確保安全。所有呢一切都會喺虛擬嘅生系統入邊發生。所以你知啦，嗰啲達梭系統，達梭將會幫助大家建造同設計嘅產品喺未來會變得非常龐大。呢啲將會係物件系統、人工智能系統、機械人系統，全部匯聚成一間巨型工廠。呢個正正係我係想話，你將會需要一啲運算速度好快嘅電腦。呢個就係我哋同歐姆龍一齊做嘅嘢。你喺熒幕上都見到，佢哋唔止用虛擬嘅生將工廠視覺化，事實上佢哋做嘅仲多。佢哋構建緊我哋所講嘅軟件定義工廠。冇錯，而分別在於，事實上佢哋由第一日開始就已經喺度設計自動化嘅部分，而唔係等生產系統已經起好晒運作緊嘅時候，先至嘗試加入自動化元素。所以結果係呢啲工廠會變得更加靈活、有韌性，而且仲好有適應力。但係仲有另一種工廠，係啦，你成日提到呢樣嘢就係人工智能工廠，佢嘅周圍都起緊，而且極之複雜。要建造呢啲工廠並將佢哋變成現實，需要具備啲咩條件？我哋而家正經歷緊一場顯而易見嘅新工業革命，一項會影響到佢基礎技術好多行業嘅生產力，所以呢個係一場工業革命，就好似能源、機械能、動力、電力，當然仲有互聯網，都曾經帶嚟過咁樣嘅變革。我哋而家見到人工智能正喺度做緊呢樣嘢，為咗實現呢一點，我哋需要將3個唔同嘅巨型產業工業化，並真正擴大規模。第一樣當然係製造大量晶片，呢個亦都係晶片工廠數量不斷增加嘅原因。你已經參與咗一大堆晶片工廠嘅建設，所以晶片工廠同封裝工廠就係為咗製造所有呢啲半導體產品。第二樣咧係電腦工廠，晶片整好之後就會進入另一間工廠，出嚟嘅產品就係超級電腦。呢啲超級電腦會進入人工智能工廠，就喺我哋講嘅喺呢一刻，呢3個以前完全唔同嘅產業，全部都喺度以驚人嘅速度增長。咁樣我哋就可以為智能同製造人工智能建立基礎設施。雖然呢啲工廠非常之複雜，一間10億瓦級嘅人工智能工廠大約要50億美金，而我哋而家正喺全球建造幾十個10億瓦級嘅工廠。呢個係一個巨大嘅基礎設施擴建，係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嘅工業基礎設施擴建。所以呢啲工廠入邊匯聚咗非凡嘅技術，我哋想確保佢哋第一次運作就成功。所以我哋而家嘅做法呢係使用達梭系統嘅產品 MBSE 機械咩話？基於模型嘅設計、模型設計工程，我希望佢係一啲同 VR 有關嘅嘢。仲未好啦，冇問題。所以你知啦 ，MBVIA 就係佢基於模型嘅 Fear，然後
進入呢啲系統，佢係擁有大量超級電腦嘅巨型數據中心，所需嘅能量當然係10億瓦，係有史以嚟最大嘅工廠，而且成本非常之高。所以呢，我哋設計啦、規劃啦、模擬啦，喺建造之前，所有嘢都喺 MBSE 入邊完成。所以我哋嘅預期係，我哋甚至喺動工之前，就喺虛擬嘅山入邊運行網絡同超級電腦。呢樣嘢令我哋可以節省大量時間同金錢。隨住時間推移咧，呢個數據中心當然會有一個人工智能咁保持佢嘅最佳狀態，係人工智能喺度調節性能、調節電力、調節溫度、調節冷卻。如果你想成功做到呢啲嘢，你就需要人工智能。所以呢個運行循環，我哋將會令呢啲人工智能工廠嘅虛擬嘅身永遠運行落去，不斷訓練同更新我哋嘅模型。所以呢樣嘢再次證明虛擬嘅生唔單止係關於 3D， 正如你所講，佢係關於揭示架構、揭示底層系統，顯然仲有大規模嘅咁揭示知識，而且佢攞落好真實，而且佢係真實嘅。係啊，睇落好真實，係咪？佢睇落好真實，運作起嚟亦都好真實。佢整合咗所有，你知啦，工業物料清單，物料清單由製造商同供應商提供，我哋將所有嘅物理層面整合一齊。所以有一份非常清晰嘅物料清單，我哋好清楚自己要賣咗佢哋。我哋知道邊個零件會同另一個零件整合，我哋可以預先睇到邊度啱位，邊度唔啱位。我哋好清楚有幾多個零件，所以呢，超級電腦嘅庫存物料清單呢就出嚟。呢間人工智能工廠呢就冇誕生。物料清單總額大約係500億美元，呢樣嘢真係好犀利。我哋將所有嘅數碼化，所以你知啦，唔會出錯。而家我指望你將佢賣俾你嘅生態系統，係咪？係啊，絕對係你爹，我哋係第一個客。你哋係？係啊，我哋係第一個客。你哋係第一個客。而家我想同你討論嘅下一個話題係，我哋點樣將知識轉化為實際應用？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嘅虛擬助手所做嘅。我哋尋日做咗個現場演示，就係為咗展示即將推出嘅功能。你知啦，工程師花咗太多時間去揾資料或者做其他嘢，呢啲唔係工程工作。所以而家睇下，喺幾秒鐘之內，你知啦，我哋由草圖開始，我哋自動生成，我哋由2維轉到3維，呢個係一個完整嘅參數化模型，隨時可以進行模擬。我認為呢樣嘢真係徹底改變緊大家做嘢嘅方式，亦完全改變咗工作流程。而家現場有一個問題係咁樣嘅，你認為呢樣嘢會唔會取代工程師？咁我回答之前，人工智能為我哋帶嚟其中一個真正革命性嘅轉變，就係能夠喺結構化資訊同非結構化資訊之間進行轉換同互換。非結構化資訊基本上係一張相，或者可以係一段錄音、一段片。而我哋想將呢啲非結構化資訊用結構化嘅方式呈現出嚟，我哋需要人工智能嘅實現由2維到3維，由影像到3維嘅轉化。一旦變成3維嘅資訊，就會變得精確、可控同埋可互換。係啊，我哋可以增強啲，可以改進嘅。所以佢而家就喺我哋嘅結構化數據庫入邊。顯而易見，我哋可以好輕易咁由結構化轉翻去非結構化。所以而家我哋有啲呢種呈現方式，有能力利用代理程式同人工智能嘅管理資訊，從而加強設計流程。我哋可以決定呢個部分，我會專門用人手設計。呢度呢，我會拿張相匯入閘，然後再修改嘅，諸如此類。而家呢啲代理程式將會成為我哋嘅夥伴。因為佢哋我哋基本上會成為佢哋嘅經理、建築師，我哋會係經理、建築師、創造者，我哋會有好多代理程式或者夥伴幫我哋執行唔同嘅任務。雖然大多數人都認為呢，設計師嘅數量呢，因此會比過去少，而你將會使用嘅軟件工具數量亦會比過去少，但係事實恰恰相反，好大機會係咁。我肯定呢件事將會發生。每個設計師，每個 SolidWorks 設計師，未來嘅每個設計師
都會有一隊伙伴。你已經訓練咗呢啲伙伴，教佢哋嘅唔同嘅技能，仲幫佢哋互相協調同合作，仲有同你合作。佢哋全部都會使用達蘇嘅工具，所以達蘇工具嘅使用者數量將會由純人類變成人類加埋人工智能，因此工具嘅使用量將會爆炸式增長。所以呢個係軟件行業，當然對軟件行業嚟講會係一件好事，對所有設計師嚟講都係好事，因為你有咁多伙伴幫你做嘢。最正嘅係，當你同伙伴一齊做嘢嘅時候，你知啦，到咗飲咗美酒嘅時間，因為喺某個地方肯定已經係4點半啦，所以你就叫你隊團隊開始去探索所有呢啲唔同嘅領域。你知啦，我想你探索呢度，我想你探索嗰度，我想你針對呢啲領域進行優化，俾3個設計我，我想針對呢啲領域優化，俾10個設計我。當你翻嚟嘅時候呢，你就有晒呢啲選擇，然之後你可以入去專門為你自己進行微調，因為你有結構化數據，即係3D 數據。所以我認為重塑你對設計同創意嘅思考方式嘅機會，對每個人嚟講都將會係徹底嘅革命。呢樣嘢我哋都可以展示一下。事實上，以 NIA 為例，NIA 係國家航空工業研究所，佢嘅總部設咗 Wichita， 專注於研究、測試，仲有認證。我哋知道要認證一架飛機，你知啦，簡直係一場噩夢，需要3到5年時間，你需要滿足超過1萬項要求。而家我哋有啲虛擬伙伴，我哋可以做啲咩？法規可以自動被吸收。係咪唔使再讀幾百萬頁紙？而且合規性會不斷得到驗證呢？呢個意味住我哋而家正由，如果你想嘅話呢，係設計階段就已經合規，係，而且呢樣嘢唔再係一種成本，事實上佢可以成為一種競爭優勢。所以我嘅問題係由語言模型轉向世界模型需要點樣做？語言模型顯然必須理解語法、詞彙同語言結構，仲要有品味。你知啦，點樣先係更好嘅段落寫法？而且佢仲有護欄，邊啲嘢係冇應該講嘅，邊啲嘢係冇應該避免講嘅。喺世界模型入邊，佢唔係講品味同價值觀，而係必須遵守物理定律。佢必須要理解因果關係。即係如果你推咗塊骨牌，你知啦，所有同佢相連或者喺附近嘅骨牌都會跟住嘅。佢要明白先後次序，仲要理解慣性同摩擦力。當然仲有地心吸力，佢仲要理解接觸，你知啦。所有你嘅設計嗰陣會明白咗嘅，我哋都要教識人工智能嗰種感知。呢啲嘢未必可以用語言表達，就算用盡全世界嘅語言都表達唔到。所以我哋要利用物理定律、模擬技術同大量嘅例子去教識咗物理法則。當然，仲有你提到嘅，而家嘅可製造性設計已經融入咗嘅設計過程入邊，唔再係由你做完設計，再交俾另一隊人決定可唔可以製造。可製造性設計已經提前到上游，即係左移嘅。我哋想將基本上所有嘢都左移，所以其中一樣好難去嘅，正如你所講，合規係好難嘅。因為嗰度係機器同社會以及人類接軌嘅地方，所以透過語言模型，人類嘅價值觀而家可以融入或者左移到設計過程入邊，咁樣你就可以隨時保持合規。因為有世界模型，你亦會一直遵循物理定律，你亦會一直考慮可製造性，你亦會一直設計點樣去使用零件。呢啲零件都係經過認可嘅，例如喺供應商名單入邊。咁樣，當你完成設計嗰陣，就已經可以即刻投入生產。係啊，而家我希望大家對呢個合作伙伴關係有更深嘅了解。我認為我哋同 NVIDIA 合作，正喺度打造一個知識工廠，並透過加速人工智能運算，利用我哋嘅虛擬伙伴為虛擬嘅生提供動力。呢個唔單止係